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13，约笔记22章22节安尼讲：着接受伊的嘴所讲的教示，将伊的话藏伫你的心内。三甲来祈祷，爱阮将你的话藏伫心内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世上万物甲人的上帝，你是出嘴讲要有就有的创造主。你的话是真实，搁安定伫天呢。你的嘴所出的话，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求你开阮的目睭，互阮通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主啊！世间人看阮是愚妄，因掠家己是智慧，因对世上万物超找知识，确实无对你超找智慧。因藐视你的话甲教示。主啊！求你帮助阮，对接受你的嘴所讲的教示，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互阮通得属天的智慧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每一天较无伊的话，欢喜来接受主的教示，将伊的话藏伫咱的心内，就咱要通对伊来得到属天的智慧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